大家好，歡迎返到籃球研究室，我係飛佬。NBA 多年嚟出現過唔少令人拍案叫絕嘅組合，例如公牛嘅米高佐敦同柏賓，湖人嘅高比同奧利爾，馬刺嘅 GDP 等等，佢哋都講明咗，團隊運動嚟講，1+1唔一定等於2，可能等於3，等於4或者更多。但要講到可能係合作最耐、最實而不華、最令人津津樂道，相信要講到爵士嘅馬龍同史托頓。馬龍整個 NBA 球員生涯出戰1700幾場比賽，總得分高達36900幾分，搶下14900幾個籃板，並喺1997年同埋1999年獲得 MVP 嘅榮耀。另外有助攻王之稱嘅史托頓，整個生涯出戰1500幾場比賽，送出咗15800幾次嘅助攻同3200幾次嘅抄截，並於1987年到1996年連續9個球季獲得助攻王頭銜，呢個紀錄為史上第一。雖然佢哋 NBA 球員生涯都有如此耀眼嘅成績，但係佢哋初入 NBA 嘅時候並唔被睇好。馬龍同史托頓分別喺1985年同1984年以第13同第16順位加入聯盟。顯然當時冇人睇好佢哋會成為 NBA 嘅明日之星，但係憑借佢哋嘅互補，佢哋不單有啱啱提及嘅成績，有趣嘅係馬龍因為有史托頓，所以擁有咗郵差呢個外號。事緣只要史托頓嘅助攻球能送到馬龍手上，佢就可以穩定地好似郵差派信一樣將球送進籃筐中。雖然佢哋都係隊中嘅大佬，但係難能可貴嘅係佢哋從來唔會為咗球隊嘅領袖位置而起矛盾。另外兩人嘅球風及個性都相對樸實，亦都兩人能夠一直創造卓越嘅合作成績。憑借簡簡單單而且爐火純青嘅 pick and roll， 已經令到對手非常頭痛。1985年，兩人喺爵士隊相見，同時開始咗長達18年嘅 pick and roll 生涯。1992年，兩人一齊被選入咗夢幻一隊。1993年，兩人喺明星賽中聯手。1996年，兩人一齊入選咗 NBA 50大球星。馬龍及史托頓可講係 NBA 史上聯手最耐、默契最佳嘅二人組。兩人喺鹽湖城共同奮戰咗18個球季，雖然飲恨未得一次 NBA 總冠軍，但係卻仍然係唔少球迷心目中最偉大嘅傳奇組合。今集嘅名將故事就去呢度，歡迎大家留言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請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未訂閱嘅朋友都請你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你哋嘅支持係我哋堅持提供優質影片嘅動力，多謝各位，我哋下集見。